高端嘅食材，只需要簡單嘅烹飪。高卡士嘅貨車亦都一樣。22年5月份，慶鈴 KV100冷藏車，日本電裝冷機，哇！成台車好精神啊！有需要呢隻冷藏車嘅，對牌子有追求嘅，可以睇一睇。先睇睇個車廂，車就喺廣州芳村，有需要嘅隨時可以過嚟睇車。呢台車帶嗰個豬肉嘅導軌，咁啊需要可以繼續用，唔需要都可以拆出嚟，好靚好企理，2米1闊，2米1高。22年5月份嘅車，3.0 4KH1發動機，聽聽機頭，好穩㗎。內飾，座椅好乾淨，冇異味，磨損亦都唔多，行得6萬零公里，9萬3蚊。有興趣嘅可以片低佢，俾少少亦都可以揸車走。買賣二手車，揾個就啱啦。